那边去。是。八哥，你一定要想个办法尽快回京，不然让四哥掌握了一切，就为时已晚。这正是皇阿玛的意思，我绝不能回去，一定得另想办法。 小心！再跑！闪开！就在前面，给我追！是。会不会是皇阿玛的人？暗箭伤人应该是太子。走，走。人呢？怎么藏在这儿了？去那边找找。走。 若曦，你有没有意中人呢？发生什么事？是不是被人发现了？啊，快！一定要把贼人给抓到！是。哎，等等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哥哥，起来，快说！太子爷说有贼，命人在四处搜查。贼长什么样子？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。 太子爷说那贼已经被他射中了，而且已经跑了进来。行，你下去吧。是。拿着，格格，这附近哪能藏人？藏人？为什么？求格格先告诉我。好，你跟我走。将军，我们刚才追捕的2个可疑贼人。 确实朝这个方向过来的。太子，刚才已经搜一遍了，确实没有。如果现在不乘胜追击的话，很有可能让他们逃脱了。好，既然太子这么说，那就再搜一遍。好，你们2个留在这儿，其他人跟我们继续搜。是。 哥为我挡了一箭。若曦，你不要担心，只是伤在胳膊上，没有生命危险。若曦，若曦，是明明哥哥。世信，你有没有见过苏万瓜尔家明明？若曦，若曦，放心，他肯定会帮我们的。明明哥哥，明明哥哥，哥哥，你怎么？他是谁？救格格，救奴才一命。怎么了？快告诉我，若能帮，我一定帮。叫你不要跟来，你偏要跟来。现在可好，被太子爷当成贼人了吧？这该如何解释才好？如果解释的话，势必会被人知道。你也知道，宫女是不能与人私会的。你我都是一死，可若不解释的话，你也是一死。那我该怎么独活？他是你的情人啊。平日在宫里不得相见，还以为在塞外就有机会，没想到竟被太子爷当成了贼人。他担着掉头的风险来见你，你岂能再怪他？放心吧，这事包在我身上，我一定让他平安。明明哥哥，若有机会，若曦一定报答你。别客气了。若曦，你不用担心，多谢明明哥哥。好啦，快跟我走。
明明哥哥，对不起。你为了见若曦冒了那么大的风险，你到底怕不怕呀？不怕，为了若曦，我怎么会怕？那你们要在皇宫见上一面，有那么难吗？难。皇宫规矩甚严，不像你们大漠草原自由自在。那，你为了若曦也吃了不少苦吧？苦，不过为了若曦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哥哥，我先回去了，再待下去我怕引人注意。好，你放心吧，明天一定还你一个好端端的情郎。谢谢哥哥。不谢。14爷今天晚上应该安全，我先去找爸爷。禀告太子爷，没找到人。这怎么可能？给我接着找！是。哥哥多谢。谢啥？快坐。可以坐这儿吗？哪来那么多规矩啊？在这儿。快点告诉我，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？那个时候，是在贝勒爷的府中认识的。嗯。我正好要去贝勒爷的府中办差事，就在那儿认识了他。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入宫，嘴巴也辣，做事的想法都是离经叛道的。看不出来呀，不过也有可能。太子没找到，我也没找到。岂有此理！你们是怎么办事的？怎么可能找不着？太子啊，或许是太子看错了，再这样找下去，怕连我们王爷也要被惊动。到时候大兴问罪之师的，怕不是太子了吧？将军，本太子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危着想。好吧，既然今天找不到人的话，我们就先不打扰了。那太子，请走。走。